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应验牧师。4月19日，当我自卑时，就来祷告吧。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5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诗篇50篇23节。凡献感谢为祭的，就是尊崇我，顺从我命令的人，我一定拯救。感觉到上帝的呼声，要以凡事感谢，表示接受他的一切安排，让感谢成为习惯和本能。抱怨的嘴就能闭上，舌头就指出赞美和感谢的声音。这样的态度和动机能讨神喜悦。它正锻炼我们超越环境的信心，使我们属灵生命成熟，能以耶稣基督的眼光，不在意世上的人和事的挑战，能以基督的心为心，成熟有感染力。我们今天持续来看约伯记到了这个从一开始所有约伯记里面今天最短的只有6节这是讲些什么呢？怎么会这么短呢？其实这一章是约伯的朋友比勒达的发言，他不像前2次很长的训示。现在比勒达大概是不想再说了也已经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论点了，所以他只是短短的表达上帝的尊崇跟人的卑微，以此来说明约伯想跟上帝辩论的想法实在是很荒唐啦其实他就是要讲这样。我们看到他说上帝有大权力，万民要敬畏他他使天上的国度和平，谁能数算侍奉他的天使呢？有什么角落他的光是照不到的呢？在上帝面前，谁是正直的呢？一个凡人怎能纯洁呢？在上帝眼中，月亮没有光辉，星辰不算皎洁，何况那屈从的世人，人在上帝眼中又算什么呢？看起来好像是说起来这个他的朋友说的好像是我们在世上，我们其实也常常听到人家讲这些话好像也没什么如果你没有看前后文，你真是不知道你不知道说哪里不对劲，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这个前后文要看一下大概才不会随便的这个论断人，随便我们把一句话拿来当作是这个很我们去论断人或者是的这样子的错误在信仰上我们想我们更是应该要这样子我们已经连续说了很多我们知道人的有限，神的无限那我们今天更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没有要我们因为他很伟大而我们很自卑，他要让我们自卑没有，或者是他要我们好像去看跟身边的人来比较，没有，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眼中是不被神爱的。我们是要卑微，我们是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但神给我们的是给我们人有自尊，他不是给我们是那个自卑的心。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人，甚至世人觉得哪里不好神没有要我们，神要我们看不是一个人不好，而是创造他的这位主，他是全能的。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跟人怎么相处，或者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跟自己怎么相处，我们觉得自己很卑微很不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从神的眼光，回到神的眼光，我们来看一个人，因为创造他的主是我们要尊崇的，创造他的主
因着他，我们要对人要尊重，尊重是最起码爱的表现。爱从哪里开始？因为牧师常常讲，尊重一个人，尊重一个人是尊崇创造他的这位主我们一系列一直在讲蔡某堂牧师，他真的是不容易。昨天我们看到他的家人，真的也不容易。我们会不会很好奇他的牧师娘蔡牧师娘，我真的是觉得我很敬佩他在写的4封信，他影响他生命中影响蔡某堂牧师的4封信里面，其中有一封信就是牧师娘年轻的时候蔡牧师去当兵，去到他的家他家在彰化县，离开的时候蔡牧师娘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只是男女朋友关系，给他一封信，希望他不要拒绝他给他的一点微薄的力量。因为那时候蔡牧师娘已经在和美的这个他的故乡已经在当中学的老师，他知道蔡牧师的家庭那时候是需要被帮助的，他希望他不要因为他给他这个微薄的支持金钱的支持，让蔡牧师觉得自卑，让他尊严受损。我觉得这个信我看得很感动，我在这里没办法读大家 Google 就去连接着蔡牧师的影响他的4封信里面的一封信是牧师娘写给他的，我记得好像是第1封我想我们人真的会遇到很多事，从那信中我们就知道，其实蔡牧师也讲得很坦白。他们还没结婚的时候，虽然蔡牧师的家境不好，可是蔡牧师的母亲其实并不喜欢还没结婚那时候的蔡牧师娘，觉得他儿子是医生，毕业之后是医生，应该去对他事业可以有帮助的护理师觉得蔡牧师娘可以说是配不上他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蔡牧师这种每次很关键的选择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人真的非常的有限我们从今天的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其实知道在上帝面前谁是正直？没有。但到了新约，这位神他看重我们，让我们称他为父而我们就真的是要来。每次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好像比不上人家，或我们看不起别人的时候，更是应该要这个是切切不要，因为我们不能看不起创造他的主这就错了。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应该要常常来感恩的心我们来到神面前献上感谢赞美的祭音乐牧师连结这一首说：赞美主圣名，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你是信实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主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我们他的子民，我们应该要常常这样颂赞的。我们得胜其实都在于神，我们能够选择是合神心意，是因为圣手扶持带领我们，使我们赞美的声音永远不断。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更能够赞美，用赞美进入他的院在每一次重要的人际之间关系，愿我们被主来锻炼，使我们不是看眼前，而是看创造人的这位上帝。我们要以感谢为祭来尊崇神，顺从神。我们更感谢到了新约，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用透过祷告，我们直接可以跟神来求告求问，就我们不明白的，尤其在苦难当中，好不好？我们今天乐来默想，如比勒达所言，神有全能和圣洁，而人却卑微和不洁，那么人怎能在神面前称义呢？当然不能。而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
他赎回我们，使我们只要因着信，我们就可以称义，因着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被算为是无罪，重新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拯救之恩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更应该要谦卑，不是自卑。我们更应该要尊重人，使人有自尊，因为主，我们是按你形象所造，主，我们是你的独生爱子所赎回来的。你要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你所创造，我们都是被造物。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世上有许多的挑战，愿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紧紧跟随你，发挥属神儿女的影响力。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都是要成为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明天见。